嚟到Part B 啦，短題目啦，咁呢題目有30分啦，咁一共有就 B1至 B6啦，6條嘅短題目嘅，咁開始多翻少少英文啦，同埋分一條分開嘅3部分、4部分度嘅。好啦，咁啊第一條啦就係301A 啦，即係 quadratic equation 嗰課啦，見到係，咁就每部分都有唔同嘅分數啦。咁睇下啦 ，A part 啦就叫你 factorize A 二次減 B 二次啦。B 啦亦都係 factorize 啦，即是因式分解嘛，25x 二次減81啦。咁啊最後咧就叫你 solve 即係解咗呢條式佢啦。咁你睇到啦，就有個細個0㗎嘛，即是一個嘅不等式啦。OK， 咁啊 factorize 即係做因式分解嘛，拆開做因式。咁另外就係嗱 A、B 一樣嘅。C 咧就係佢雖然就冇話講到明用啲結果啦，呢個佢冇講呢個嘅，但係咧就係的而且確係叫你解咗個不等式佢嘅。咁但係你見到啦 ，B 同 C 一樣噶嘛條式，即係左手邊同左邊一樣嘛，其實就可以重用翻Part B 嘅結果咧嚟計到 C 嘅。咁我哋睇下點樣計啦，其實係。好，咁我睇下，你要識背呢條式先嘅 A 二次減 B 二次。等於括號 A 加 B 乘括號 A 減 B， 要背嘅呢條係 ，OK。你唔識背呢條嘅話咧 ，A、B part 就冇得做。咁所以啦，亦都係啦，必背公式啦，呢條係好 mark 低佢啦，一定要背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隻式咧，就係 A 加 B嘅括弧二次方啊嘛，或者 A 減 B 嘅括弧二次方啊嘛。咁等於啲乜嘢咧？咁你自己抄翻啦，呢個就係背嘅。咁如果你有印象嘅話咧，就係嗰一版咧係有呢條式啦，同埋有呢兩條式噶嘛。咁咪3條嘅公式就要一定要背熟佢噶嘛係。咁好啦，咁啊而家叫你計 A 二次減 B 二次啦。咁好明顯就係 call 翻呢條式出嚟用啦，直接代翻 A 就係細 A，B 就係細 B 嘛。咁所以就咧等於 A 加 B 乘以 A 減 B 啦，括住佢咁咯。冇噶啦，冇 step 噶啦，咁啊幾多分係？佢得1分嘅啫嘛係，咪得一步俾你咯。好啦 ，B 啦，咁啊要你動腦筋啦。咁點樣計咧？25嘅 x 二次減81啦。嗱有2個方法嘅，其實係咁。第一咧，你咪當佢一般嘅 quadratic formula 咁樣去因式分解咯，照撳機嘅啫。formula 01啦。咁但係你要識撳啦 ，A 係25啦 ，B 係幾多啊？0嚟嘅喎，因為佢冇 x 啊嘛係，咁即係0啦 B 等於。咁另外 C 咧，即係個常數就-81啦。咁你撳晒3個佢之後咧，0都要撳啊。得出嚟嘅根咧就係正9/5同負9/5嘛。咁你記住反推翻出嚟個答案就呢兩個啦，就5x減9同5x加9啦。咁所以咪即係其實呢個就等於呢兩個乘埋咯，即係5x加9乘5x減9啫。咁第二啦，你都可以套用翻呢一條嘅公式噶嘛，其實係。咁但係點睇咧？就你睇下你有冇個觸覺咧，可以睇到啦。其實25係咪可以變做5嘅二次啊？咁81係乜嘢啊？你背乘數表都記得啦，9981啊嘛。OK，咁就係正係呢度啦。25就係5嘅二次啦，81就係9嘅二次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將嗰個5咧，就將佢吸收埋落 x 個括弧裏邊啦，就成個括住佢嘅二次方啦。咁9就自己二次方啦。咁5x 咪就即係 A 咯，而家係。咁9就係 B 啦。咁所以5x加9 5x 減9啦。咁呢個兩個計法就係咁樣啦。呢個 Part B 要動少少腦筋啦，呢個，所以佢2分咯，俾咗你呢個係。咁你 C 啦，咁啊好啦，因為你頭先 B part 計咗25x 二次減81嘅啦嘛係。OK， 咁啊就諗啦，唔好諗啦，將呢個就拆將佢因式分解做呢個啦。咁即係其實係呢兩個括弧細過0啊嘛。咁要點做啊？記唔記得我哋要畫圖噶嘛？呢個係一定要畫圖啦。OK， 嗱咁你知道佢係左邊個公式係呢個嘅話咧，咁你知道啦，佢有2個根啦，即係話 OK。咁啊，另外個2個根啦，另外因為個 A 咧嗱幾點啦？第一你有2個根啦，第二你知佢個 A 係
大過0啊嘛，即係25啊嘛，咁所以咪向上開咯。咁樣為之向上，好似隻碗咁啦係。咁啊加上2個根啦，即係呢個一個負數嘅，一個正數嘅，幾多都唔重要啦。OK，咁咧個條件咧就係話要呢條曲線啊嘛，即係呢度啦，要細過0啊嘛，咁就呢段線啦。咁呢段線咪就正就係-9/5同正5/9，即係2個交叉中間呢段咯，得唔得？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我哋係下邊橫線下邊係負嚟噶嘛，橫線上邊係正嚟噶嘛。雖然個 Y 軸冇畫啦，因為唔重要咯，Y 軸根本就費事搞亂自己添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話我哋要喺 X 軸下方啦，Y 細過0啊嘛，即係2個根之間啦。咁所以啦，個答案就係呢個咯，-5/9至到5/9啊 ，X 係得唔得？咁小結啦，就係話你一定要用公式啦，唔用公式冇得計啦。咁 B part 還好嘅，你可以撳機嘅。咁但係你背咗 A part 條式就會再快啲啦。C part 啦，記住要畫圖啦，唔好估，你唔畫圖係冇得計嘅，C part。